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传承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滚变是我的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度，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传承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滚变是我的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
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度，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心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态，伊势变成看台，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放飞，心比你全比一千个赞的，看你困变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度，脚脚乌啊，踮伫。大家安，大家好。有无？因为我刚才讲，我今仔日是用耳麦，所以讲恁即摆听我的声，可能有淡薄仔细声。若是有淡薄仔细声呢，你就甲阮讲，来调整一下。应该是袂细声，我甲你的麦克调较足大声的。有我即摆靠迄个娃娃电脑足近呢，我现在离我电脑超级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甲麦克等伫迄个猪妈妈的房间内底。对。你知道我好多刚发现，因为我想到他回来，我今日透早有工课，我今天早上有工作，对，我今日透早头家要搬歌仔去，所以讲我去翕相安尼。结果
我回来时阵，我就发现我有麦克风，他说我的麦克风呢？你咧闻到啊？这个第一个就跟我讲，无的卡是伫阮妈妈房间内底，有可能哦。我说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那有可能，那有可能。伊讲卖先讲，我先去找看卖。啊，结果伊倒来时阵就问我讲，不行，你麦克是欧西尔，嘿吗？哇，真的这样，对啊，而且我妈妈哥甲你收到伫咧就内底迄就在桌子上面啊，对，所以完全无人发现。嘿啊，完全都无人去发现。因为麦克伫咧底卡引导出现是足正常的代志，所以可能猪妈妈嘛袂问讲这敢是你的，伊可能就讲是跟我讲你买新的。对，因为阮厝阁有2-3支无共款的麦克，所以我妈妈就想讲啊，这应该就是朱迪卡个新的物件，那是安那。而且阮即摆阮两个迄个2支麦克都是大宝老师推荐，所以大宝老师推荐的其实迄个款式都就相像诶，他那个款式都超级相似的，所以没有人发现。啊，我嘛无发现，因为顶礼拜到即礼拜真系收过无用啊。我应该无甲大家讲着，我画放甲画了后，你烧啥你啉一个水好无？你讲需要搁啉一个水？有啊，我直直咧啉水，我今仔日生理期哦，这样从头碰到尾哈。吴昕老师嘛知影我做了啥物代志。大家真正爱保重身体。你伫咧开的时阵，你迄个海神气咧气落去了后，我人伫咧迄个捷运顶管，我在捷运上，然后我原本要留言在留言板说我已经快到了，对，尴尬要死吼，就马上关掉。我拍死啦！无啦，我今仔日竟然不知道中招哦，今天是生理期，姨妈来敲门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这个怎么会？大家刚才今日第一要安怎讲？但是有刚有这个迄个机会，大家讲月经要安怎讲？就是以前阿嬷是讲太多咧讲，我月经来了，伊是讲我来洗啊，就是阿袂就是不时期的时阵是讲媚俗就是恁常常听到阿嬷常常讲的啊，你嘛是会使直接讲月经，但是月经伊就是翻译，就是华语直翻过来，但是较常用台湾的方式讲，伊就是讲来洗，伊就讲洗，就是你一个月啊，女性的身体会顺这个排面，就到啥物啊就会排，就啊就是甲你的身体洗，就洗一届，因为。就是照理来讲啦，无一定就每一个人，大家查某囡仔的体质无共款，其实大家体质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大家刚讲女性若是生理期了后，伊的精神会较好，就是雌性激素嘛。所以讲就是古早人伊就观察到这个现象，所以就讲是洗过一届，所以讲你的身体洗过一届了后，你生理期之后，你就会较轻松。所以迄个洗是就是洗物件的洗吗？对，洗物件的洗。好，它是洗礼的。对。洗礼的洗，对啊，伊讲啥物？他娃娃讲啥物？感觉会像上次那样，抑制雨生老师的力量降低了。我进前我做过啥物代志？我有点不太知道。上次做了什么事吗？不知道做太多事情了，我们。这先行大概，先行大概挨啥子节好啊？他娃娃今仔日嘛就早来，他娃娃中昼平安大趁钱哦，是哟。我今仔日因为你今仔日无上来，所以我今仔日就是代先就是打头阵后，你主 key 好啊！我就是一个在旁边就是晃神的麻薯，给那里我是麻吉。你是最烂的萌骑士，大家有看过吗？就是我迄个我两百多回的时阵，就是迄个悠悠 TV 有一个，就是刚刚是真人的，刚刚终极一班，但是悠悠 TV 就是东升遐伊家己翕的迄个超能剧，有点像是那个。有点像是超能力霸王，就是依照伫咧迄个那个日本遐的迄种真人伫咧演的迄种阿尼，有叫做萌骑士。等下是囡仔演的迄啦。
不是，伊就是大人演的，伊就想终极一班，你应该知道终极一班我知曾沛慈黑，对，伊就叫做蒙骑士，内底就有一个款，他就讲你是最烂的蒙骑士，你是一个麻吉。我说哇，这真的是台湾不会出现的物件。你是最对啦，烂的是蒙学员啊，哦，那你内底，伊叫做蒙学员，内底的角色，伊就叫做蒙骑士。好，哦，最烂的蒙骑士，你是一颗麻吉。对，我是一个麻吉，今仔日我是蚵仔麻吉，我那是蒙学员呐。你现在在指定口味，因为我长嘛是，因为我头壳顶就是蚵仔的烧啊，无紫色无有无？啊，就是蚵仔。你头壳顶嘛有低卡米刷啊？对呢，低卡米刷。好啦，迄是我的中昼顿啊，中昼顿就食了啊，食一个点心啊，食一个麻吉有无？好恶心哦！就是朱迪卡口味，应该就是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对，荤味。什么对？你现在给我好好的把前面这个香菜给我塞进去。而且我都要员工就是没有，今天你没有力气可以压制我，所以我现在是可以什么话都讲。我没够啊！我跟你讲，我就知道我今天很软烂，所以我就派出了这个东西压制你。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为啥？我现在已经不害怕，我只有喝过，自从就是啉过迄个水拿铁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这样的害怕。迄就恐怖诶！我今晚想起来嘛，就恐怖诶！你看刚刚就恐怖，你现在做这物件害大家啊？无啦，迄不是我做诶，迄是草空间的头家家己用诶哦，不是我哦。应该是你指定的吧？我指定的啦。对啦，小喵总裁，喵，伊来嘿，大趁钱哦。伊的笑，伊的笑容看起来拢是意有所指，你知影无？就是自从你今仔日自头开始，你有中有代志的时阵，大家都会用这个脸看你。这个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救。我的关系啊，我今仔日来洗是来洗吼，真正是精神无来洗吼，精神无介好，大家小体谅一下讲阮讲啥吼，所以来。他去问朱妈妈。以早敢是讲来世啊？其实我唔知呢，我唔知就是跟我爸的讲法。我妈妈来世这个嘿，我伫咧台湾小说内底看到。我那是安尼。咱今仔日嘛是会讲台湾小说，但是咱今仔日讲的台湾小说内底应该是无走。嘿啊，无滴看嘛是有可能有啦。嘿啊，毋过阮妈妈是讲妹死。嘿，嘛是讲妹死较多，妹死嘛，对，嘿啊，妹死就是即摆较通用的讲法，对。一个金马山，等下小喵喵的头壳顶有一个海体伫遐等，海体上。有啊，我头拄有讲啊，我头拄有讲，我头拄讲 hello， 讲啊，好啊，我头拄讲 hello，你嘛是对我讲，安尼哦，你讲哦，你甲伊袂记是？哎哟，腰神啊，你看啊，这粒麻糬真正精神就无好诶。好啦，来说真正安尼，来说真正安尼，好，歹势。我今仔日袂记你我的麦克，所以讲我不会责怪你。好了，扯平了，咱拢是麻糬，安尼好无？咱拢是蛮好啦。我改就就顶个今年有个是跟雨生老师一起软烂的一天嘛？我什么时候软烂？我什么时候我不是，我跟你讲，我不是在质问你，我只是就是我。你知道人家立院质问是不是？立法院质。我不是我跟你讲，我不是立法院的，但是就是工作类似。可是我只是在想，我之前软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啦，有一届有无？我拢困无饱迄天。啊，嘿啦，就是迄天拢困无饱迄天有无？哎呦喂姐，嘿啦，我即摆会记伫啊，即摆就是迄个换战斗模式了后啊，我会记伫就是刚才会当存内存，好不好？我内存中国用语吗？我储存空间的，对，我会 loading 的空间敢若存3天，就是这3天的事情我都记得。然后我有可能还会忘记昨天晚上吃什么，昨天晚上吃什么。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吃什么早就忘记了，就这样更夸张。你买讲这个代志，讲到遐尔理直气壮，好不好？我挑战再相会。更优秀，没有，那看起来比较，那看起来越笨，好吗？一定爱。看好不好？要哦。
过来就是结婚，讲两位中道平安，总算是刮有着啊？啥物？你头拄仔刮无？你头拄仔刮袂赴嘛？不要紧啊，头拄仔是开唔着啊，还是讲你今仔日是因为啥？因为今仔日是爱。平常时拢爱上班，所以今仔日我有着，还是啥物意思？应该是讲我透早的时阵，伊想讲我哪遐尔济的，遐尔早就开台安尼，结果是好啦，伊想要听你甲伊讲一声中岛平安大趁钱啊！中岛平安大趁钱，伊来写。还有电先生，中岛平安大趁钱，放心猪猪应该是伫咧找迄个干呐？为什么寻找水平是什么梗？我定定咧找我的干呐，我去滴水的时阵，定定都袂记得我的干呐藏倒位。对啊，正常啊！我定定拢是开台了，就发现讲我无煮水，因为就是伫咧迄个睡厝的所在，我是睡一个工作室嘛，我有一个家己工作室啊。其实我毋是定定拢会煮水，我毋是定定拢会洒水啦，应该是拢洒水。对啊。对觉得很麻烦，然后有开了我就发现我已经无水啊，我已经就是今日可能会枵死伫我的工作室内底，我会饿死跟渴死在我的工作室。对啦，对啦，我觉得你都还好。咱等下结束了哦，要紧去菜市啊抢一个什么青菜，进来买。我去抢菜，直接我去抢菜。对啊，大概就是最近我的迄个。工课吼，嘛是一直咧甲大家讲吼，爱今仔日真正爱密切关注新闻，啊，个密切关注你市政府，也是讲你无管是住伫倒位，嘛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你们现在那个有车的朋友啦，有车的朋友更较重要，就是市政府的 FB 粉专，也是讲社群吼，因为顶款应该写讲，就是最近迄个，就今仔日应该。各个疏洪道的门应该都会关闭，关了你若是讲伫咧外口停车，外口停车也讲下面都一寡路段，就是有一些路段，它是可以在一些在底下塞去迄个马路顶管停的，迄个较安全吼。万一就是今仔日若是讲迄个风台来吼，若是讲淹水吼，你的车就进一个就无法度啊。对啊，就是防患于未然，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吼。你今一定要晒你要保重家己。你即摆讲话好亲像咧，你丢咧讲广播有无？你丢广播。我今日上也是讲，即摆就是一直咧，就是家户户就一直咧讲啊，因为就是即摆大家迄个粉专应该拢也未收到消息，因为今仔日迄个海上地貌还没发嘛，今仔日是拜喜，可是呢，如果我是明天的话，可能就会有点来不及，那是讲明天在嘛是叫熊爱熊口，如果明天还是正常上班上课的话，可能就会来不及。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今仔日安尼看起来啦，就是暗时爱发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可能是蛮低的，有点低哦。对，所以应该是不要在暗时，但是暗时大家可能不爱上班上课，你要开出去已经有点困难了，所以就是今日爱看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是正力宣导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像那个某个幕僚，然后是很关心李明的，你知道吗？没有，我是说，因为今麦大家都咧无用选举啊，如果真的就是在无用选举的时阵，就叫你来讲，无人会提起大家爱做这种物件。对啦。重要的。嘿啊，嘿，是因为这摆这8月风台真正有够恐怖哦，很胖呢。对，听讲是19年以来，19冬以来是上强的风台。对。小大粒，所以讲唔知影当时会走啦，因为我咧看起来，伊的迄个路径看起来影响应该是会拿2天啦，我觉得应该是不止2天。拿2天就恐怖了呢。我们都以前都会有新南气流啊，对不对？嘛是安尼。然后伊遐大了，就是他走了之后，就伊在有人讲像扫掉风台尾嘛。有一摆咱的高雄就是安尼，对。对。而且他可是讲雨天老师要选里长，我不会选里长，我选里长不会上啊。你应该依照你叫，这后礼拜应该是阮什么时阵进前低卡时。
你讲你是啥物当时爱邀请我，选你长哦，你是要选你长好啦？我小改我家己作品，你小改我家己作品，因为我嘛是。现在状我会遐尔了解这个物件，因为我即马有一个连载的作品，即马已经公开啊。无啦，即马吴昕老师今天要选你长啊，就是。不，没有，我不会了解这个，但是我甲恁讲。哦，就是应该是照来讲，应该是7月30的时阵，对啦，7月30来加宣传，嘿，已经按好势啊，吼，对，爱先甲大家讲吼，现在你就遐来歹选吼，你就一来讲，一来讲，这会使开5分钟，什么意思？你现在是在笑什么？我快要去死了！无啊，因为你讲话就想要选你长啊，还是要选代表？人理性，我们。科学理性好不好？务实，科学理性务实来分析一下。现在主要就是，即马少年人无该选里长，就少年人一般来选的时阵，拢是为议员开始。现在主要安怎选？我会记得迄个嘴哥叫做张毅嘛，对啊，伊有去。改水这个代志，这伫咧南部搁较严重，对啊，但是基本上全台湾拢是安尼，因为里长你选出来是要处理代志，所以讲处理代志的里长，伊必须爱是就老就来伫咧地方顶管，他在地方上还要是可以讲得动的，还有几个理念嘛，还有，所以他也要跟其他人很好，啊，一般来讲，伫咧地方有地啊，搁有声有势的，一般来讲不是较少年的人啊。哦，所以讲就是来讲，我们有很多的里长，台湾有足侪里长拢是单额竞选。单额竞选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里长拢干啊，伫咧地方选举，参像咱今年是2026地方选举的时候呢，单额竞选就是只有一个人去参选，无人加啊，是安怎？因为你伫咧处理代志的时阵，伊会使找到议员，伊会使找到立委，伊会使找到事主，这种老里长大家较介意。若是讲伊真正要换人，加减拢是换伊的处理人，啊，上侪拢是因囝。因囝就因查某囝，所以说里长什么地方，有点像什么封建世袭。有啊，但议员无共，议员是迄个名额制的，就是我一区内底我可能选10个，我选10个就是12个选10个，所以讲伊的迄个，它不是相对多数决，所以相对来讲，伊是上好选的。台湾的选举里面，它是最好选的。我若是讲有12个候选人啊，我们取10个，然后呢，我就是票。我有进前10名就好了。啊，可能头一名，第一名是2万多票，但是上尾一名是1000票，1000票就会使当选啊。所以讲，一般较少年的，你要参政的话，都是从议员开始选。原来是安尼，当小里长，对呀。没有，这个就是你怎么不吐槽我？对呀，我讲小里长呢？不是。我跟你讲，你安尼，我会叫我副给你就太小。我跟你讲，我看过阮兜家的里长，嘛是老里长的查某囝出来选啊，就伊嘛是通过竞选，安尼吼，伊就继续就落来。所以讲，你若是要改变这个环境，以后就是会使，伊就无可能就有两条路嘛。就是一个就是啥，一个就是你家己出来选，第二个就是啥，就是你去表达你对这个体制，就你对这个体制不开心。当然就起码有其他的，不是北部，我感觉南部高雄遐可能有一寡里有渐渐要改变，有渐渐在改变，但是这个环境其实照理来讲就困难的，很困难，就是不一定你去改。对，就是安尼。原来是安尼哦。那其实天地得要的，我先不要支持我，我不想去选举，我选举好累，身体就跳。你看我们像那个观众笑得跟孩子一样，那个薄荷哦，他哇，那新秀离合哦。然后大姐你嘛来啊！继续向大家讲挨啥之后啊，来继续讲。头讲到倒啊，对，电先生汉子嘛，啊，有喵喵，对啊，啊，卡门
自己考啊，自己考上，说，自己考上，你好，中岛平安，大探钱啊，哦，走走，中岛平安，大探钱。是说得来。也袂讲，你讲啦，大捷老公中岛平安大探钱，感谢家己咱文化部台湾话朱组员单位系第组员。没错，我已经忘记朱迪卡刚刚做什么爱心早餐，他都要做啥。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是讲吼，这个有梦上水，希望上水，应该是迷茫着，去忙着。我做早顿互伊食安尼。我们知影多谢，我们知影多谢你甲我配合。一个是新小姐，新小姐啦。你好，你好，我不会说你对。你头都你刚那个口气已经说蓄势待发，你不出来选一下，真的很可惜呢。我不想选，我跟你讲啦，就是选。你讲选，你遐个爽，你出去要去缴保证金的，你还50万的，你若是讲你的票无到迄个标准额，你迄50万收袂转来呢，很困难呢。谁需要谁想要选啊？集资，我真不会。你集资，你给我50万，我只会现在辞职而已啊，我不会想要去选啦。现在辞职圆梦，我们可以。我也就是我那个进度桥那个辞职基金，然后设50万，超白痴的。到底是多想辞职？我在泽上面，然后开募资，上面写我想辞职，请帮助我，然后那个开50万，好爽哦！还是我们去跟挖贝谈一下，我愿意给他们那个抽8%，好吧？我愿意把他们抽8%。等一下，我觉得与其说想辞职，你在上面直接写说我要选里长，你直接100%、20%，不200%直接报，我跟你说。不是啊，我就不想选啊！不是啊，你现在要有人跟我有做一个少年人，你去甲其他的党派讲，我即马要选，拢有人要来投资啦。上重要的是，你咧选的过程当中是就开钱的。嘿啊，这样就开钱。我头先讲50万是基础，就是基础的里长50万，这是最基础的哦。议员我记得是58万，58万了后，你投落去了后，你讲爱有文宣品。还有迄个竞选总部，因为你讲要搞服务处是爱分开的，所以讲你爱登记，对，你登记了后，还有迄个参会，你参会你才会先办，去嘛爱钱。咱做一个文宣品，你迄个啥物看到迄个，定定看到迄个扇子嘛，就买会着哦。还有迄个 logo，迄个环保袋就买会着无？一箱10万的，1万的就10万块啊！对啊，那都贵耶，都是钱耶。就是他不，迄空，就是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超过300多万，就是你报名试过300多万，你加58万，300多万已经是上基础啊。市长下面要继续，所以继续读下去。所以参政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绝对不会算，因为我是3下人。都是钱，好恐怖诶！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下面一个外加爆料，没有爆料啊，这个版就是，但我们选举法就是有写啊，你基本上可以查那个。你们去查那个中选会的那个选举法里面就有写啊，也故意就是安诺，有基本上大家都有在报名啊，但是你选会掉，这个就很难，因为你也对手受强啊嘛，你对手很强啊。譬如讲就是即摆赢的，照你来讲，阮举一个例好啊，看板你有钱，你嘛无一定会使挂。你知影无？就是你若是对手，你挂顶挂，你对手甲我讲，即马是违建的。你敢知影？就是所有的看板，就最大部分拢是违建。就是正部外面其实不能有那个外广告墙。对。我即马若是市政府甲我要选的人，我咧甲即马市政府挑战。伊敢袂使甲我你挂？伊若是一挂，伊会敢记电话，就讲宣称有人检举你啊。甲你迄个看板架掉啊！原来是安尼。你嘛无一定选会掉，就是这意思。够辛苦诶。系啊，这个我做那个田野调查，好无？今日毋是讲我的作品，现在开始讲到这样。无我得选短一个，因为7月30有无？来没来看咱吴欣老师的作品？爱时间哦，按好好势哦。应该是即马其实已经会使看到啊，今仔日应该会开放
免费的是第二集伫 CCC 追漫台。哈，今仔日嘛，毋过我透早去的时阵，第二集还未开放诶。按时8点啊，要按时8点，好。个等级，本集通常都是按时8点。按时8点，好啊，晚上8点我们有第二集可以看。晚上8点的时候，是，对，好哦。其实我现在已经进榜了，所以我就有点佛系推了。就是现在已经是斗内跟收藏榜的第7名，刚下大概。哦，是啦，哦，辛苦啊，哎呀，真的很棒，大家支持起来啊！若是可以，那是有闲吼，会当去下面comment，就是留下你们的那个心得啦。哦，就是对于 CCC 内底就是有一个机制啦，伊的机制就是讲，啥物你若是有足侪人去起 like， 啊，佮有足侪人起岛内，也是讲就是有人讨论，咱下骹会讨论足侪，所以讲无这个问题，所以你一定会看到我的作品伫咧头前，啊，伊嘛是伫咧扛棒顶管，就是这个他们会维持这个循环啊，对，他就有第二。可是第二季要不要认，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虑的。我有这个机会，我嘛不会走，因为收跳，一开始就跳的啦，所以一定要积极起来。就是我们其实支持，就是不一定非得说要大笔的金额，你可以就是在那个留言板留下你们夸或者是一些心得，其实这些就对于创作者而言是很棒的支持。对，无一定爱等钱啊，对无？但是最近我一直较无免介绍，甲别人讲拜托去岛内一个文青仪，就是因为伊的迄个宣传费，他们的宣传，对，宣传费被冻结了。我会记得是，即马的结果，是即马咱文化部是摕4780万，4780万，即马是。台调800万，台调是800万，然后3780万，3780，3780万被冻结。所以讲即摆袂使用的就是3780万，加800多万一直台调啊，所以就是敢若100多万，100多万是分予文化部的下骹所有的机关，文青是其中一个，所以讲若是即摆因就爱家己骨力，家己去打拼。但是因为因旧年已经无预算了，所以他们去年已经没有预算了，所以因今年我会记得因完全伫咧培养，敢有讲阮一个作品尔，就是只有我一个，他们是强的。现在看起来就是完全是他们自己培养，只有我一个，其他就是出版社因家己合作，因出一寡，出版社出一寡，我是完全就是不去因去投资的，变成说他们没有你无作品，你原本底就无作品，你要安怎赚钱？就是你原本底就无，你会使讨赚的物件啊，所以讲你就无，因就无家己会当讨赚的方式。即摆听到就是大家较熟悉的台湾的 BL 作品，咱今日讲的嘛是 BL 嘛，讲其他无一定是迄个台语的，就是较有名的，大概应该是 Day Off 嘛，热情就有买迄个 Day Off BL。以前嘛是 CCC 的，还有1664嘛是 CCC 的，但是因为无钱，所以讲伊即摆拢原价，所以即摆所有的阿面拢是伫我的顶管，我的肩胛头顶管，所以我当然有看到一寡足互阮民主的，即摆嘛是一直咧甲阮斗内，但是嘛足感谢大家。所以，但是我讨谈这些代志嘛，是我家己爱做我爱先甲大家讲了，我的编辑其实没有要求我这些，一种就好诶，他不会把这些压力给我们，但是因为我有惭愧，我知影这项代志，我大先可能就早知影这项代志，所以我家己伫咧推查这个物件，讲咧宣传这个物件，其实我会出较济啦。原因就是，可能伊受的物件可能比我搁较少嘛是运动，因为伊干那编辑，伊是爱做故事的，伊毋是爱出来宣传的，这么一个惭愧啦。对，然后台北公司安尼，对，所以
当然嘛是爱甲大家讲，就是因为我的填调做得非常扎实，你头拄仔听到我物件，你就知影讲，其实我真正是有做相关的工课，也是讲我有做相关的准备，所以我感觉这个故事内底其实嘛有足侪足好看的物件，大家想要看的物件，包括。没有18禁，好可惜。好，这个是啊，我们这个 BL 是我们 BL 漫画呢，只有功能性，我们没有性功能，不好意思。对，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放这个功能，但是你们要开放的话，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帮助我们，好不好？如果有第2季，我们才可以讨论这些东西嘛。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当然所有东西都不可能。预算哦。哆啦 A 梦是包括就是我头拄仔讲的100多万是我的作品加迪卡的金 V 奖哦，拢是爱分这100多万尔。你知影？这届的金 V 奖。所以大概就是也是。对，我嘛是想要分担一寡阮头家的压力啦，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分担大家的压力，然后可以继续把文化运营下去。对我来讲这是上好的，而且这哪是为国公正啦，因为我们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这个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大家量力而为就好。我要先跟大家说，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没有抖内，我们就拿不到稿费；我们金币奖呢，也不会因为你们没有抖内，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报。但是。这是一个能量延续的问题，对，跟那些有这个循环低咧，我们才可以更有底气的去跟那些可能会删除预算，可能会说他们本来就看不到，所以这个东西做了没有意义的人，去跟他们说没有不，我们就是有这个预算，我们就是有这个循环，我们就是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对，我讲啊就中性啊，哈，所以就是讲到结论就是啥，结论就是大家会使来看我的。来看迪卡的台，嘛会使来小可观众我的作品。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作品呢，好像也只有1集是免费的，我今天才会开第2集。你也使休等几关，你们还是可以再等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甲迪卡来问我邀请，就是问我到刚所要选团的时候，我就说还是7月底好了，因为7月底的时候大家一次看比较多。好哦。到时嘛。你们也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买买一个我觉得不会贵，好像20块还是30块。哦，20块尔哟。一顿来就听到啥物道呢？无好笑哦，吴昕老师今仔讲到吹到全破，你迄啉一水无？你即摆厝里面厝内底无水吼？有啦，还是有啦，还是有吼，还是有啦。总之呢，你告我功课。你先讲。总之就是创作啦，就是任何的创作，其实就是都需要时间上或者是一些可能所谓的是经济上面的支持跟考量。然后 CCC 这边其实只能说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对，那总之这一季呢，就是主推我们这个失落王女转身现世议员在 CCC 上面，所以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吴昕老师的作品。听起来蛮白痴的，为什么？确实也是一个白痴的故事，很好笑啊。超好笑的，但是里面有很多，我只能说，就是有一些东西看得懂就看得懂，很好笑。对，应该就是我觉得寓意的东西没有很多，可是好笑的东西确实蛮多。对啦，就大家轻松看就好。我一早想到这个 idea， 就是我想到讲我想要去做这个填调的时阵，是我困到一半，然后我好像梦到一个很白痴的，就我好像。就梦到了这个点子，我觉得很好笑，我把自己笑醒了，然后我就把它写起来。把自己笑醒，笑死丢下来。好，我把自己笑醒 ，OK 哦。你刚才就是阮家的米刷，刚刚听到什么？无阿姨把第一个就是抖内。我最喜欢你们这些会抓关键字的人了，这样子我们之后什么都不会留下，所以一些很危险的言论都不会留下。没错，对，让店先生抓重点，嘿，没有18禁哦，好难过。对我们没有18禁，我们这个合家观赏哈。还要得赏你好，然后最生大哥你好哈，然后我就抖内吗？反正不管怎样，反正抖内就对了，没有错。那么感谢马来西亚华侨刚下列抖内哈。
谢谢大家。好啊，谢谢。对啊，等一下给你讲诶，你先讲。哎呀，没有，我知道做个马多妹啦。哦，总而言之呢，这个作品，这个吴昕老师的漫画，在咧等这个月7月30号，会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一下，也是会在猪猪的频道。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好好的来看一番。那么，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吴昕老师的作品。有，即个今仔是因为我伫咧学迄个旧年应该是旧年，台语的作品的时阵，我学到一个就是也是号称台湾第一本出版的台语毕业的小说。水啦。对，我甲你讲，我自细汉，我两个即摆我甲迪卡应该拢是有画过毕业咯，还有嘛是看毕业咯的人。应该是你敢有看？哦，何止有看，还把它收进。你知道你那个听起来很猥亵，我真的有点想要告你。你检举我啊！你给我检举啊！没有啦。还有迄个，有新的人来呢，迄个大神哈雅贴 ，Hello。哈雅地上啊，欢迎来到地卡频道。今仔日咱来看一个毕业楼的小手。萧耍哈哦，好难念哦，萧耍。他先讲的讲，伊是文读音，它是文读音。小我们是听谁嘛？对，我们依照是讲谁嘛，谁卡，但是小的文读音其实就是笑，跟那个我们现在讲的白话，因为你们知道以前文读音是怎么出现的吗？文读音就是以前我们有说什么文武百官要上朝嘛，对，文武百官要上朝啊。依照中国就大，中国很大，中国非常大，对，中国非常大啊。讲中国东北的人跟中国南方的人。他们现在不是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讲这种东西吗？说什么我们南方的人都听不懂东北人在讲什么，因为内地也无意相差太大，所以他们到最后官方就定了一个语言叫做文读音。文读音听起来就都会很像，就是依照当时的北京话去变体，所以说台语的文读音其实跟北京官话也是挺像的，所以我们。小说就直接讲萧耍，好哦，萧耍哦，够排量哎，很容易忘记呢，我都不晓得念成萧耍，对呀，萧耍嘛是会使，萧耍嘛是会使，这两个都可以，对不对？它是有什么替音跟文读音，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正。反正就是萧耍跟萧耍都可以，都有人那个哦，对，谢谢咱的逸璇那是有一定要谢谢老师啊，逸璇甲三轮甲吴贤甲幽灵，欢迎来到地开边的平安大探钱哦，有新朋友来啊，谢谢，因为今仔日看的物件，台语无的确咱两个都无够熟，我两个可能嘛无够熟。但是你讲台语，你无够熟，你是咧讲啥？你爱甲，不是啊！你爱看你爱甲相比啊！你若是甲萧耍甲，还是讲我甲阿乔？我真的是我最近常常讲一些，我真正看不认真。像像迄个阿乔，就是迄个洛乔啦，就是我们之前有来的。对。即摆伫咧美国，伊人咧美国。有当时我暗时的时阵，有看一个。就奇怪的很多，所以我会发一些什么，我想要看我的角色穿透明内裤的线动，他就因为一直看我，我觉得好可怕。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回来，他都不跟我当朋友。因为依照伊寄过来的时阵，伊跟我赶快，我们都是有2份工作，一是心理师，他是心理师，对，心理，对他平常就是他现在在玩的时候，他比较有很多时间可以来看我的动态，所以我基本上每在底外 Instagram 顶管欧北恭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那个。我有看到伊一直咧写我的迄个阿姨爸的行动的时阵，我就登去甲伊讲，你还会跟我当朋友了，对吧？你要跟我做朋友对吧？他现在还没回我。我是刚刚讲，其实因真正是收过无伊，无底卡伊真正就爱你这款的，什么透明的内裤还是这样。我跟你讲。我跟你说，
我跟大家说，他现在还没有回我，我们可能这已经不是朋友了。然后我就好，没事，我其实我跟他录叫吼，应该是说真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也蛮喜欢这一款的。好，对，就是这样。你看，我跟你讲，你有看我的漫画，你看啊，上介的就是感情的部分，对，应该感情的部分。嘿呀，应该是讲好不好？我现在赌上什么啦？我赌上我跟我身边正常朋友的友情哦，跟大家讲，我等，我先请问一下，我是正常的朋友吗？还是我嘛无正常？请问我是正常的？哇，什么？我是正常的朋友吗？你现在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觉？我就正常的，请问我无正常伫咧倒位？好啦，你做正常的，你即摆若是讲你想要。你想要做正常啊？你敢袂使甲我头前的 NC 摕掉？不，这真正就正常你的。不愿意吗？你不愿意吗？就你现在还说你自己不怪，什么意思？不，我跟你讲，你讲 NC 怪，嘿呀，不，你说香菜的话就完全没力道，但是你如果是刁我，就是那个深蹲，好烤箱深蹲，好没话讲。我就进手我听无你的声。喂，选择性略过我的声音，我就进手谢谢。好，我是正常的朋友了，谢谢。好，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不，我来讲，头拄啊 Discord 真正就是直接消音，因为你讲我会收大车，所以我刚刚说你在讲什么，我完全没有听到。没有拍谁啦？对啦，结论就是吼，我是吴昕老师正常的朋友，我只是会伫咧烤箱深蹲安尼尔，好，就是安尼，谢谢。好，多谢各位，谢谢。随便讲什么，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好开心，大家各位比赛，你应该是今仔日看到啥，你有个疯狂的啦，好吧？你们就卖气哈，感谢大家啦。是要气啊？我就正常咧。好啦，你继续讲。你要加减看。嘿，对，好，歹势，加减看吼。好来，咱继续。头都有人讲那个默默走出去，对，那个默默走出去好像就是我。嘿，默默走出去就是那吴昕老师啊，惊到要死，还是讲那种怪人在那身。他真的走出去了。我拿公套机马赛的不你。我就是为沟动来啦，好不好？我就是赌上我一切，就是我的名声。跟大家讲，我应该是常在看 BL， 而且就是今麦已经有上载啊，加上对无？我今仔日我真正我的册读内底全部拢是虾米一寡大家可能会更喜欢看的书籍，就来讲，我今仔日呢应该是上。就有资格，无讲上有资格啦，应该是就有资格对咱的台语的 BL 头几本 BL 小说来做一个评论，好不好？可以，去哪里？好不好？我们今天应该是这样讲，好不好？我们秉持着完全中立，无因为伊是台语无因为伊是可能有任何取向。事实上，我对清水 BL 比较还好但是我们不用不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就是较公平嘿，这个作品，对，就是今天就是做这个我们来评断这一本你叫做啥上片款的空色是对，嘿，空色是假，嘿，大概。是这是这吼，是这，应该是西这啦，应该是念西这。对，其实淡薄歹念，这嘛是我会使分享一下我家己伫咧提案的时阵，因为我家己唔那是干那失落王女的这个故事啦，我搁有其他的就参照台北百姓中迄当时嘛是摕到文化部的台语的补助，后来有另外一个作品，当时啦就是来耍回音嘛是有得到迄个巴哈姆的对奖，就是特选赏，我记得，
家族配送敢若有列为2届，就是卡多就是角川的迄个角川的100万小说大赏，嘿，对迄当时就是有一寡编辑就会甲我讲一个代志，这可能嘛是我一直咧想的，就台语可能会拄到的头一个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册名敢会当互大家，应该是安尼讲啦。若是讲你今仔日去写一个作品的时阵，你看你的目的是啥？若是讲你今仔日就是想要有一个故事，你是写出来，希望家己欢喜，对，无做商业的考量的时阵，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咧甲编辑讨论的时阵，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就是册名。册名就是台语，即马你咧传的时阵会有一个困难，因为大部分来讲，对台语无遐尔熟悉。你以前我蛮想要问迪卡，以前读了课外作品集观，你们有看过什么以台湾有这种作品吗？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你讲台湾的什么？台语的什么？头一个就是台湾的 BL， 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应该是台味很重的 BL。我最近一直觉得王女这一部作品其实我已经降低很多那个比率了。可是还是很多人回馈说他觉得很台。目前的第一话王女来讲的话，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啦，我是安尼感觉，咱看的物件伤过台啊，所以我们是觉得还好啊。不过可能对少年人来讲，应该是有淡薄迄台湾味较重啊。不过我是感觉安尼就好的呢。但是这嘛应该问，那安尼就是你拄开始看 BL 的时阵，常常会看到这种作品无？我蛮想要问这个代志，还是讲你会特别去找这个相关的作品去看？有些人好像会特地去找，包括讲问一寡秘书敢是安尼，我其实有点不确定。我实际讲有淡薄仔无确定，阮这个问题，但是讲问讲，即马互各位秘书，咱可能7月30的时阵，因7月30的时阵就会看，对，但是。去问大家讲，你感觉这个物件很台味的时候，大家的标准是不是一样？有这就是台湾的困，我感觉这应该就是台湾上困难的所在。对，对着上困难的代志。系啊，因为我较早进前咧看 BL，细汉时阵应该都是看迄日本的有无？你嘛是嘛，吼。所以，我跟你讲，我以前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我们虽然就是柯以老师画的不是 BL 作品，但是那东西我一直觉得大家讲的台味的台湾 BL 应该就是柯以老师那种对，因为迄当阵伫咧，我会记得是尖端出版社有出一本，伊叫做啥货啊？内底有柯以老师甲还是小薇老师3个老师画的 BL 啊？你讲就台湾 BL 吗？迄当阵真正就是柯以老师上台湾味，因为内底敢若有淡薄仔台语，我嘛是袂记得啊。迄本册即马伫阮厝诶，我去掀一个，等下，哎呀，就是台湾味诶物件，应该是嘿啊。伫迄当时咧想讲啊，若是台湾有味诶咯，即本应该算是有较台湾味诶啦。但是真正讲爱即个BL诶内底爱放。就这台湾的什么元素也是历史吗？起码敢若较无吼。所以大家刚刚讲，若是你爱做一个台湾 BL， 就是爱有台湾历史伫内底，还有什么元素？譬如讲，就是我以前有看过一个即马较新的、较少人的 BL 作家，伊会靠就是譬如讲。我们说 BL 没有攻跟受，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吼 ，BL 文学其实我个人主张啊，我的感觉是完全不等于同志文学，对，就是不完全等于，对，因为就是功能性跟新功能，我刚刚这样讲，我好多刚刚我直接讲干话，没有，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对，这个物件呢，伊就是完全好。然后囡仔看的，就是当然嘛是有其他的腐男嘛，我们说男性主角，但是一开始伊
设计出来的物件，其实是真的是完全 for 女性读者，对。所以讲你看两个，就是足侪人会跟我讲，我以前有一寡男性的朋友，就跟我讲。我们男的才不会这样相处，谁想要看你们男的相处啊？你们自以为你们是谁啊？你们老师，你别激动，太激动啊！太好笑！哎呀，我有在看嘛，我在上班的时阵，好不好？跳中岛的时阵，哪讲中岛，哪黑我自己的作品，然后他就过来，他就说：“哼，我们男的才不会这样。我告诉你们，画的东西没有更难。”我说：“对，你们没有长得那么帅，可以把你收拾，把你自己收拾好吗？”就是你长那样，我怎么可能会想看？大家看怎样哈？就是同志同学呢，对，同志同学文学呢，它有可能就是反映现在社会，他们有跟社会的去连接。我们毕业楼呢，纯粹就是女性同学。对啦，对，就是咱想要看介意、看欢喜的物件，就是安尼尔。就是以前嘛是他我头有讲到 ABO 嘛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我嘛是要未分清楚的时阵，我会感觉讲ABO 不就是佫是生，就是佫是有那个生育的思维在嘛。那现在做 BL 内底需要这些物件，安尼就甲实际上的那个，就是我也是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偏社会写实，我会去想讲这些物件，但是一般来讲啦，就是大部分的读者，我们每次在跟编辑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编辑也会跟我讲说，不一定想要看很写安怎。对。以前就是我伫咧画这个。因为是生活完全转身限制语言，我为什么一直讲回自己的作品啊？没关系，我就快速讲，就是伊是选举嘛，伊就是讲选举，但是选举你不是大概拢赢，我就甲编辑讲，我无想要画一个。上尾可能全部会选赢的选举，因为这跟台湾的总统无同款。然后我们编辑说，可是我们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看跟现实很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毕业了完全因就是这个公流，以前我是无看 ABO， 但是我现在很喜欢看 ABO。ABO 是啥物物件？讲主要特别甲其他的。面线哥哥，好不好？我们先说哥哥，我是想要叫他阿姐啦，就是我们要跟各位阿姐，讲哥哥应该较好听啦，阿姐，我是讲需要跟各位阿姐解释一下，结婚拜拜，什么加油？结婚拜拜。我需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吗？应该是还好，一点点应该是还好。有其他你会用到啦，就是有一个世界，好不好？我们那个ABO不是血型就是它是在那个世界观里面，不是以男性跟女性去分的。对，他们有3个性，叫做阿法、贝塔、欧米伽。对。为什么你们这么开心？没事。追生者直接点，你是黄山料吗？北七笑死！没有啦，反正就是它有阿法、贝塔、欧米伽。阿法就是会当互人生，就是你若是讲较概略的，就是强势，就是强势的性主体。是对啊，欧米伽就是会怀，就是他们会怀孕的。对，这个意思。是，我相信李正老师吃蛋糕了，谢谢大家。胡鑫老师已经确定有一颗蛋糕了。我11月才生日，就是希望大家还记得。我跟你讲，你在11月以前，你就会吃到蛋糕了。11月以前，好吗？就阿法、贝塔、欧米伽就是安尼啊，嘛有看起来是查某迄个体，就是看起来是女生的阿法，嘛是有看起来，那参就是查甫迄个型的欧米伽，对，是就是迄个贝塔就是伫咧你的世界内底，逐工拢咧看阿法跟欧米伽。雄厚对感，你看超可怜，他就站在旁边，然后每天看他们两个打得火热这样，对，然后就是维持在自己平静的世界里面。该上班的时候，旁边如果有就是路边如果有2个人开始在水乳交融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就是很冷静，他们的血液就会让他们很冷静的直接路过。每次看我都觉得很好笑。这就是 BL 的世界。对。
啊，总算是爱讲到上平快的讲些实际的这个作品。我感觉这个作品，我感觉头一个上要紧的，我家己的想法啦，我唔知影你是安怎想的。嘿，我感觉你刚刚册名嘿，受歹记啊，真正就歹记的，其实我唔知伊咧讲啥。没有，他们其实就是在讲我的意思，我有诶，因为伊册内底定定讲到天就是天色，他们会常常找到天色。这嘛是你伫咧设计故事的时阵，今天变成我的超级严厉书评。我直接讲这本册，我嘛是就推荐大家去买，大家会使去看，就是毕业作品。你咧台语来底拄到什么块困难？真的是书写词汇量的问题。可是他会又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你是台语，所以你的册名就是作品的名称，它就要更能让大家联想，把画面联想出来。原来是。我在跟我们日本的轻小说，我们在做轻小说是不敢换的，就是日本的轻小说也有很多都是很难记的。对，但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是量产的嘛，你哪是流散，你就不需要有记忆点，因为后面的东西还会一直出来，他们是以量制胜。来台语小说，它伊无可能是有已经嘛行在迄个商业模式中是款的，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今仔日要做，譬如讲我头都要讲失落完你总是县市议员，就很白痴，他就一下子就会记得住。对，他就会有这个公司的冲击感啊！你的作品就是冲击感。老实讲，我一开始看的时阵，我会觉得很难记，很难记之外，就是没有提到任何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所以吴昕老师，你今天是打算直接锐评吗？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听起来像锐评吗？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是我也是在底下开始和大家讲，就是这个。就是我是怎么看这部作品的？对，了解。伊的故事其实，这规个故事，伊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摕相机的这个查甫囡仔，叫做阿青。阿青吗？边啊是对，边啊是伊的学长一贤的故事。对，因两个不是，因两个穿的，我那个时候看，我以为是校服。所以我以为是在讲因两个伫咧学校内底讲，但是我看到5分之一，差不多20%的时阵呢，我们一贤神拜伊就毕业吧。对，所以迄东西，而且伊毕业了后，下一周伊随交往，你嘛是有看嘛？我认识就马上交往，然后我还跟你吐槽说，他们怎么那么快就交往了？这就是我还没深度看哦，我还没看哎，对。女生角色教你如何创作吸引人的故事。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创作也不一定吸引人啊，可是我是会以我应该是以我自己是读者，我自己是读者的角度，因为一般来讲，我这本我嘛是看一半。我嘛是对我刚才一大行大家分享，我只能跟大家分享，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做故事的架构的时候，那一开始在做故事的建构的时阵，你伫起，那就是起厝嘛。你起厝的时阵，大家以前伫咧写作文的时阵，常常都会讲起承转合。你嘛是会使，这次机会满18岁，没有，这本是清水小说的艺术，清水小说已经艺术是啥？就是跟他食菜、跟食草，然后食草艺术内底就是有吧艺术是啥物意思？内底有生起来过的。这本是内底无的，伊是食菜啊，它是清水。我超喜欢在毕业楼里面就直接这样讲，就是毕业楼的华语我们有说清水嘛，跟重口嘛，那就食草食菜啊，食草就吃荤的。嘛是会当你讲啦吼。是哦。但是一般来讲，因为我嘛有做编剧嘛，我分享我家己的想法。就是你伫咧，在D卡应该嘛是会知影嘛，就是你伫咧画放假，伊在画放假的时阵应该安尼，刚刚起厝共款。我们就会有说起承转合，伊在伫咧写中文的时阵，这一部里面其实有起承转合
但是它的起承转合呢，伊是伫咧一篇内底，伊毋是伫咧故事甲故事阶段甲阶段内底，因为故事就是足侪篇嘛，我咱写小说就是，我写小说里面有20几章，那一般来讲正常的迄个分配，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前4章可能在讲，比如说这2个人认识，一开始不对盘，角色的关系、角色的关系，一开始就可能看对方无啥顺眼，中发生什么代志，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人伊处理拄着什么困难，另外一个人以早都有同款的记忆，所以愿意去甲伊斗相共，2个人才有关联，2个人有关联了后咧，那愈行愈近，愈行愈近。后壁讲发生什么代志？一般来讲，毕业楼伫咧4分3 75%的时阵，就会开始有情敌了，对不对？我就会有情敌，伊就开始发现我身躯比无伊比赛，不然就开始吞杀些什么奇怪的占有欲，然后上辈就是做伙嘛。一般来讲，吴昕老师，你说的很收敛了。你干嘛？你干嘛笑得这么开心啊？没有，我今天都没有表达你的看法，不然你们以前你家己以上是安怎？爱怎话？没啦，嘛是差不多安尼啦。毋过我差不多，你家己讲你家己。无啦，我咧话的时阵，无啦，嘛是有淡薄仔误会有无？嘿啊，就雄想讲无意外是安那吼，这个已经真的是75%的时候，对毋过他都要吴昕老师在讲的时阵，很收敛呐，讲得很收敛，对，嘿，我要讲就是。你不怕济啊？我无你看，你莫笑到遐欢喜，你笑到我欢喜。歹势，因为阮看拢伤过重口味啊！你敢知？我食粉真敢食饱，真正是，嘿，真正是。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未分泌哦，原来你是为5回开始上。无啦，我之前有一个好少爱看迄灭落的一个朋友无，伊看真正是有个重口味的，啥物拢看伊真就妖神的，刚才那册一拍开就伫咧，有诶无诶拢有啦，嘿啦，是看伤济啦，嘿。你爸说跟我给你跟他就挺火，我才不是很兴奋，是因为他一直笑，我就不知道该讲什么，我就只好跟着笑啊。因为老师你形容的时阵，人家就够追，我就觉得你好收敛你好棒，你讲得很收敛，谢谢。没有跟你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这是你的台，我是随便了，我是不会怕这个。没有，就是如此收敛，谢谢，我们合家观赏，谢谢。不是啊，一般来讲啦。一般你就是你朋友，好好笑，死。一般来讲是安尼啊，你若是讲我插臀顶管的，好不？就是什么臀顶管的，你可能一开始就是一寡运动嘛，对。做运动，伊就开始，就开始就是有一个过程当中，过程了啊，伊就开始讲，因是安怎会行做伙，对，伊先改迄个，所以其实。拢差不多，就是你若是假做节作假的时阵，我们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想啊。你如果要把后面比较好看的东西放在前面，也是可以嘛。就是读者，也让我们读者看2遍。对。他话讲，我感觉迄种男主角还在周旋的时候，担心自己离不开男二。你现在这讲有看啊？他话吴昕老师，我甲你讲，这个他话就搞诶，伊进前有写过迄什么毕业楼的小说，伊嘛有写过哦，就厉害诶哦，毕业楼诶哦。我去找看卖啊。无，伊无出版，毋过伊家己诶这个作品我有看过啊，鸟诶，真正袂歹，嘿啊，袂歹，嘿啊。我来讲，就是毕业楼内底，较罕到，即摆较罕到有就是甲其他诶女性交流。就是对，因为起码有一寡毕业楼本格派的希望在女性内底，我们在那个感情里面不要让女生去摄入，所以你就会看到一寡毕业楼就奇怪，就是男主角跟男主角周围所有的男性全部都是同性恋，对，无女性，对。你在看的其实熊爱吐槽的就是这些，对不对？那么刚好就找到的所有都是
对，就很不日常，很不三次元啦。对，但是那女生喜欢的，那查某囡仔爱看的物件，对，无一定是拢会有女性，以前可能有，但是可能今嘛会较少，尤其是 ABO 出来了会较少，搁较少，搁较少，对，无毋对而。且就是我有一寡作家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就真的是在画的，就专业的朋友，伊是伫咧日本画，因伫咧设计一寡角色的时阵，即马上极端的现象，现在最直接的现象，其实是已经就是你若是讲一个角色伫咧设计的时阵，有一寡人会讲讲。就是你敢袂使甲查某的拢全部改做查某的，伫咧日本的要求是安尼。日本的分类啊，其实就他们的分类非常的严明。就是你若是一开始是画少年漫画，就是你是画少年漫画，你就袂使中去画啥物BL。是安尼哦。对，你出道是画啥物件，你就一世人拢敢若会当画。这么严格。对，因为要画本质嘛，但是因为本质就是可能无一定会去看其他的，他们不一定会去看其他。亲像就是其实我的本质就该看BL，但是伊一开始甲我讲啊，韩吉，咱即摆来做BL的物件，但是伊的反应，伊想要爱我角色做的反应，我都觉得很BL。就是因为日本的片面这个代志发生，所以讲，因的作家，他们的作者就是你画什么决定之后，就是要一直画那个。了解。叶先生讲BL我没有看过有女生出现，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看BL？你看BL？叶先生，你有看过？袂歹是安尼讲的啦。因为这个有一个我就会姊妹啊，伊嘛是BL的这个漫画家漫画家老师啊，而且这个电先生甲这个老师吼就好诶啊，这个漫画家老师嘛是介绍咱电先生吼来看猪猪的频道啦，是安尼的关系。是安尼的关系，对。你刚才知影莫莉科老师嘛是画 BL 的，咱一个伫咧咱的台湾就够追的。是啊，莫莉科对，我知影伊啊，莫莉科老师他就是画那个美式独占的那位作者有无？有，我伫咧迄个编剧的迄个媒合会有看过本人啊，对，伊就够追，伊个挂一个目镜有无？有。啥人无挂一个目镜，我家己嘛挂一个目镜，挂一个目镜，你就讲起我注意啥物事？拢就够追，好了，咱就够追。你称赞的非常的敷衍，你知道吗？哪有？敷衍。不，还有咧挂目镜，吴昕老师吼，甲莫莉科老师拢就够追，安尼演技吧。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 BL 的男主角，然后说你戴眼镜好可爱，他可能会被受封杀，你知道吗？会，绝对会。太敷衍了吧？太敷衍，真的上我。好，我下次学习高级夸奖。嘿，吴昕老师讲的真诚，就伫 BL 的世界，但是绝对卖成为男主配角的这个一角。你们知道浩浩之前跟毛作云就是浩放迄个浩浩，伊甲迄个毛作云内底伊嘛是有，伊敢若嘛是有一个小小的合作，然后他就是也是这个剧情。就是那个浩浩 ，YouTuber 的那个浩浩啊，穿越到一个 BL 的世界。等下，我记得这片，对，我记得这片，你也在去毛最看那个小，但是最近刚会不会有续集，其实也不太知道，大概在去揣看买，我没有看完，然后戴着一个眼镜好可爱，本来就好可爱啊！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啊，对不对，电先生？那莫莉科老师我够追耶！我要把它拿下来之后，他说你是谁啊？不会啦，你们可以不要把你根本让麦嘎诬陷诬某，就是直接就是对着眼镜说话的时候，吴轩老师 ，Hello， 你就跟眼镜开台去吧。那如果这样，我如果开耐久台，我可以直接放个眼镜在上面。可以啊，可以，就大家只认眼镜这样。喂，迄个我知影对啊，迄个水灵宝贝嘛有看过。水灵宝贝头拄我刚刚无甲你讲大发财 ，Hello 大发财。大发财，嘿，大蛋鸡吼。
嘿嘿嘿，讲到倒来即个作品，我感觉内底伊就是伫咧头前，因为伊敢若有分足济，伊的目录伊嘛是有5个，伊嘛是有5个部分啦。我即摆来看嘛。好，我们来切一下，讲讲讲。就是伊的迄个目录呢，有足济。有很多个阶段嘛？不是啦，这个是那个，我现在只是想要让大家看一下。哦，你要看刚刚那个贺啊，那我就切回去。等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网页版的话，里面有那个目录。阿姨目录好像，我为什么切不回去？等一下哦。你要带大家看一下目录吗？我看一下。就伊的目录呢是下开它那个介绍里面目录列表。等一下，我有没有看到？加，不是内容，不是这个内容，你可以看那个我给你的这个连结哦。然后最下面，它有一个目录嘛，伊有迄个伊是分春夏秋冬，应该是夏秋冬。看这个等一下哦，这个吗？它是3个，对，好。它是3个部分嘛，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讲伊头前。对，你敢知影伊伫三个迄个，对2个主角就做伙啊。但是伊头前，好，你有看到迄个迄下，就是迄下就是那个夏天，夏天，对，那个夏天。伊伫咧第3章的时阵呢，因就做伙啦。下骹有遐尼侪篇，所以迄是分配的问题，就是头前敢若有2章你。前面只有2章，对，所以讲主角可能观众甲这2个人可能都无遐尼熟，无遐尼熟，伊有啥物意思？就是你爱想办法，阮成为一个作者，我爱想办法好，我的读者，咱的观众，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读者去喜欢上这2个角色，对，所以头前你若是用5章，你用5章去。处理这件事情，都完全没有问题。你敢知道我在讲啥吗？你知道吗？有违规吗？你有画过你就知道。这个已经变肌肉记忆了，你知道吗？对，你头前就是爱互大家，譬如讲伊有一寡譬如讲一个角色，你介意受气，但是伊受气的时阵，拢是为着别人，伊是一个足善良的人，你要安怎去互大家感觉伊是一个足善良的人？对，伊是，若是讲我真正伫咧现实生活内底拄到这个人的时阵，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愿意为我生气，然后导致之后他一生气，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这就会变做一个地理环境，它就会变成一个地理环境，这叫做记忆反射，对，然后就变一个属性，我们就会说潜在你日本的书内底。这是啥？这是萌嘛，反差萌，对不对？大家喜欢那种傲娇，对。这个应该是加入属性的，但是因为头前这2章，伊就和主角做伙啊，那么就让主角在一起了，对，变做啥？对，变做你下骹，你唔知影要安怎好，别人刚刚讲因2个人就配，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别人刚刚觉得他们2个其实是很配的，对，这个是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就是伊主头一开始第1章迄个阿拉伯数字1，伊就是讲阿青，对我大概讲，就是讲阿青伊伫咧迄个一开始开的时阵伊是1年啊，迄个一横伊是2年，伊2个差1岁，安尼伊2个差1岁，啊伊伫咧开学的时阵，就是伊就无爽快，啊是一横就是甲伊扶起迄个。保健室，他们说保健室啊，对，就是去医护室，安尼就对他一见钟情。后来好快，我们神代也是对他一见。后来我们在第2章，我们也知道他也是一见钟情，安尼。所以就是感觉真的很亲，然后就在一起了这样子。就所以变做我一开始嘛是刚刚讲你安尼写嘛是会使啊，就是我们知影大家讲有看过一个
刚刚是英国的片，叫做《Call Me by Your Name》，就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有迄个时阵嘛是，伊迄个电影出来的时阵，伊的小说甲伊的电影嘛是足像的。男主角两个男主角嘛是一见钟情，但是伊有一个有色叫做禁断之恋，就是迄个我会记得迄个公甲甲另外一个年岁较细汉的，差不多是差20几岁。是哦。你知道朱棣卡安尼听，伊就有感觉啦，大家知道无？来，你继续讲。伊差20几岁之外，就是迄个查甫的迄个另外一个，我们就说公嘛，有迄个 K 兄，伊就弯榜，超级远房的阿姐，他是他的叔叔，然后他喜欢上他的叔叔，这样。他们后来，但是伊后来无做伙，伊就是一开始一见钟情嘛，但是大概就喜欢去看他们拉扯嘛，对，但是你看拉扯，就是你听迄个年龄差，你们听那个年龄差，听起来超级唔同的啊，就唔同诶，对，他底下是犯罪，伊个是就是其实对你来讲都是科人嘛，对你来讲伊无遐尔济，因为变奏公这是一个很让大家一开始听伊就无法度接受，但是你后边不要怎下，你要怎去铺顶进，你要怎么去铺成这个故事，让他们大家觉得他们不在一起真的很可惜。这就是那个功力。对。这本册的时阵，你有发现讲，一来一下跟阿青其实无这个关系，因为他们两个是一点，以前拢是，但是你爱互因中有相处的机会。后来你一开始看你感觉这个人就好的，但是后边你看伊就是一个傲咖，伊就很准，这也是一种写法，就是他也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写法，但是起码看的时阵，会感觉讲这篇台语的 BL 内底的角色是较无个性的，厚度，在我感觉可能是台湾，对，这就有点流行于在底下 BL 的时阵的要语的比较，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一定，对。了解，那我这个融会贯通一下，其实基本上啦，他都要吴昕老师在讲的时阵，他说我们然后在第3章的时候，人类的这会啊嘛吼两个都是一见钟情啊然后基本上感觉很像两边发生的一些什么事。共鸣跟厚度有的人不太可以再多一些的那些感觉，但是其实我在想啊，任何的故事对我而言你角色想怎么发展都随便啊，那个作者开心就好。你想在第3回搞不好第1回直接在一起也无所谓，可是那个就是他都要让我共叠，就是可能创作的功力的部分，你可以怎么样让读者，就即使说你们真的一开始很快就在一起了，但是后面还是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就是读者看的就是意犹未尽。其实这个就是可能一个创作的一个经历跟功力可以体现在你的作品上面这样子我刚刚这其实就重要，就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参像我在咧设计的时阵，我嘛是就介意什么年龄差就大，我也很喜欢那种年龄差的配对，但是这个年龄差伊就是内底会有戏的物件，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很多年龄差，因为有代沟嘛，有代沟伊就有冲突嘛，冲突内底就有故事好写，但是你即摆看这两个。角色攻跟受，他们其实年龄很相近，底下一刚一个所在是刚一个学校的嘛，但是伊个毕业，伊第3种一横就毕业，一横毕业了后，照理来说，他应该是会越走越远，伊是一个愈行愈远的故事。但是伊后边讲无一个，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悲剧，它不是一个悲剧收场的东西。所以就被做就是自头到尾拢就正的，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这嘛不一定无好，但是伊可能就不是故事，伊是记录。比较像是记录啦。原来我来是安呢。我是安呢分的啦，我不知道就你自开始伫咧设计故事的时阵，还是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我即摆敢袂当分享的，你讲知影？因为我即摆就是我想讲，7月30的时阵要讲，敢袂讲无够？因为我即摆讲我敢袂7月30的时阵无法度讲。好，袂啦。不过你若是问这只猪其实
对我而言，我很少会开书评诶，我就是会就是拿一本书，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是因为我自己嘛是创作的人啊，所以这些东西我是觉得讲的比我更好的人不缺就住一个，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比较专心在自己的创作，比较少会去评论说啊这本书我到底喜欢或不喜欢。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喜欢或不喜欢对于作者很重要，所以更是要努力的去好好的诉说吧。因为最重要的有无？我嘛是就想要吼大家拢就爱我的作品，不过所有人都爱我的作品，这件代志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了解说所有的人要来喜欢我们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对，所以猪猪比较少会去直接评断说我觉得好或者不好。我是属于比较只会好好的创作自己的作品。对，我就在这一点，所以我是一个比较不好意思评论别人作品的人啦。对，我头拄问的意思是讲，你在伫设计你家己的角色的故事的时阵，你是怎么样去设计的？特别是有其他的，你会有什么设计特别的 BL 的偏好啊？比如说你的灵魂设定还是啥？真的耶，我真的觉得那个年龄上的那个境段好赞哦，就我很喜欢说你设定的年岁是讲有，我跟你讲，我讲较实际，我讲个是，我讲较实际的好啊。你知影就是我的主角，因三个。就现在是三个，就7月底7月30日，大家知影。因三个，一个19岁，一个30岁，一个45岁。是啦。我妹就是19岁，伊就是转身魂穿变成45岁。所以我的年龄差拢足大。一开始就是安尼写的时阵，就去我编其他平台的编辑讲，伊就直接甲我讲。这年岁收到45，你想安怎？45，你看有看过45的毕业了？可以啦，45可以啦。我进前50岁毕业了嘛看呢。我当变先生有功是爷爷跟孙子那种年龄差，我们这一对真的是可以，我知道我的主角他们真的可以变成3代同堂，你知道吗？是啦，对，3代同堂，对，所以就是一开始就去人讲安尼45岁讲，咱们在改做38岁，我讲38岁无法度，你38岁要选立委，对啦，你38岁要选议员，选世界，你是世界议员我已经就是选16年嘛，你16年。就16当你要减16当，他是45岁，所以21岁是，他们是他刚刚好嘟嘟啊，我算一下，嘟嘟后45减16，刚刚好过线，刚刚好可以选上，差不多啦，差不多，嘿啊。所以即马编辑嘛是感觉嘛是29岁啦，是29岁，他是29岁选上嘛，29岁选上，因为他做16年，所以变45岁，29岁选上很厉害，很厉害耶！伤过少年啊，不过无法度。嘿呀，你的内容是专台文，嘿呀，这家是专台文哦，对，他的文笔是好的，伊的文笔是好的，但是伊就是。故事的问题，我刚刚是讲商业化啦，然后如果说要商业化的话，商业化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这样子去设计。但是我刚刚伊无写无好，应该是讲我讲伊的文笔应该比我较好。蛮你讲啦，你弄就厉害诶。我跟你讲，对，我是就是依照我较偏向，就是我会先把画面画下来，对，文字要有画面感，比你直接画落来。更较困难对，真正是安尼。蛮呢，你弄就厉害诶。不过今仔日吴昕老师有准备，好像是三章，是不是？这个就是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吗？3、4、6吗？我差不多就是想要给大家看那个结果，你知道吗？我原本想要给大家看那个节奏，就是伊第3章，伊讲做来走较紧的，伊就是下团，因为我切过去，等一下来，嘿。没关系，你拿册，我就讲。你现眼阿青，因故事就是刚一个社团的，他们又是同一个社团，所以他们的生活圈非常的相近。就是伊第3章伊开始讲的，故事因两个
应该是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暧昧，他们觉得他们正在暧昧，但底下就他在视频的，规定就是因就是刚接社团啊，要安怎讲，就是要大家要来等安尼，就大家要回去，这样子，啊，就是因就惊讲啥，因就惊讲就是因为学校内底停电。就伊内底有讲啥物？我刚刚会使看上尾是不，我没有到最后一页，不要紧，就是伊就是定定讲着，恁看恁迄个上尾两行，伊就讲野色嘛，所以你就会看到伊这篇小说，伊这本小说内底定定咧写天空，他们在写天空的颜色，野色那全部甲因包甲吧，就是他就说夜色跟春雾一样，把他们包得紧紧的，就是环绕的紧紧的。哦，我想是你是说最后一页吗？我帮大家翻过去好了。没有，不是最后一页，不是最后一页。我现在看第一页的最后两行。哦，第一页的最后两行。哦，我看见哦，有啊，呵，我想讲是最后一页，呵，你继续讲哦。啊，那个口误啊，之前我们有教过的，口误啊其实是打嗝，对，所以其实伊知影的事就侪，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这里用口误啊，我会觉得就是画面的想象这件事情就会很难想象，你应该是想要写讲就是风，大老风，我不知道你们以前高中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不是比较起风的时候，高楼跟高楼之间就会有那个风的声音。哇，有呼呼呼，你敢有留伫咧？你敢有留伫咧？迄个学校内底遐久？我以前是留伫咧学校内底足久的啦，就是暗时8点。哦，你晚自习哦？不是，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布告栏的比赛，就是一些公表。一起公比所有的专好啊！我们以前高中是全校都强迫要参加那个公布栏比赛，底下你若是无甲迄个公布栏真好水，你讲会去记警告，就是全班都会去记警告。哦，够恐怖诶！哈，安尼，这就是公表啊！哈，你按迄当中按等免哪？就是去用老师去门卡游啊，就讲咱这寡画图的，就是爱留伫咧教室内底啊，无就是老师就会甲因讲，你希望大家拢因为恁，还是果是因为我，什么意思？就因为大家，大家拢去人记警告，所以就老个无互阮报，就暗顿拢无互阮报销。哈，等下暗顿有食无？无啊，哈嘛无食。我甲大家讲，我甲大家去科普一下。我自细汉，我迄当时读的是私立高中，我那个私立高中那个时候还是全市第2名哦。可是伊是一个中横的所在，它其实蛮远，它在新北市已经算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伊伫个新北市是一个中横的所在，底下就是伊是靠我迄个殡仪馆遐，很近我们那边的一滨。它离我们一边很近，所以讲遐根本就袂有足济迄个，袂有伤济店会开到暗时8点以后。我刚刚我们5点晚自习，然后结束之后，其实根本没什么东西吃。哦，因为以前就是高中的时阵就有第8集嘛，对吧？对，就第8集，因为。对，变咯，我看到这个新的了。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吃，底下就你无加迄个公布栏补好，你给我去用记紧。哈，够可怜的啦。我的高中就是这种，但是高中的同学拢是足小的，就小的。不要乱讲，就是大家拢过到足快乐，你当时袂当安怎，但是后边你。加造些短料，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蛮不合理的。对啦，反思一下，那老师的行为很不合理。对，对，但是还是拢过去，你即马嘛无法度甲伊，无法度搁甲伊去迄个啊。是。
就这种代志就是安尼啊。哎，是。哦，所以那个你今仔日，嘿，嘿，我先甲你提醒一个，嘿，你是不是要去抢菜？抢菜嘿啊，我要去买菜，毋过你去抢菜，嘿啊，佮啊，你好像毋是刚刚讲2点半啊？差不多啊，毋过我想讲吴先老师啊，嘛是爱甲介绍学历是已经介绍了啊。无，我只是惊讲，你看第3章，伊写了后，你就看第4章，人家一开始就毕业快乐，所以讲伊第4章有足紧的呢。我刚刚这是上科学的所在，就是我刚刚这，我们当然也会只截录一段给大家看。有的人刚刚讲这是上科学的所在，就是其实校园生活应该是毕业内底大家上解看。我知影，我毋是这个客群啊，但是我会记得，我若是常常看，我看到就这拢是高中生的故事。应该大部分都是对。所以讲就是我一开始我看到第4集，因为第4篇的时候，第3篇的时阵，我讲已经有一寡感觉啦，就是社团好哈，拄好学校停电，所以讲因两个牵手，做伙行。我知啊，在停电的时阵，对，我的期待就会是隔工因两个可能过来上课，对，两个人拢做解叫的，对，这物件才好个，结果伊第4篇伊就毕业啦。好，吴昕老师，我知影，我完全知影你的感觉。你若是停电，你若是停电，给他好好把握，你知无？停电的时阵，对，迄东西就是应该继续的。我觉得应该要继续下去啊！哇，停电呢？停电！哇，这个情节，停电，你知道吗，兄弟们？对于毕业了腐女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环吗？你们知道吗？有最好就是前面的校门也停电，就是校门也打不开。对监禁，对，拍谁？对。没有必要到监禁吧？拍谁？我低潮就这个所谓的监禁的，对不起，不好意思，对我们这个很清水的。人做迄个浩的讲台野 BL， 我脑袋里出现某立委跟总统一生只督你一人，我跟你讲，现在不止，我跟你讲，现在我们总统不止一个，他有很多人都要督他，对，我不会屈服的，因为我会屈服，听起来也很色我知道，我真的说听到我不会屈服了，我一直在抿嘴唇，你知道吗？是，没错。然后什么？我真的充满恐惧。我在摄影机的另外一头看到了赖祥德。就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们，我觉得参这个乐趣是什么？参这个乐趣就是在里面找一些很奇怪的配对，然后我自己讲得很开心，我感觉公告就华裔的时阵，然后就会让所有身边的人觉得很痛苦。对。你有听过一句话吗？就就是真开心又开始有人讲我坏话了，因为代表我又让他们痛苦了。对，懂吗？好笑。对，好的，拍谁来伟哥公的等来，基本是比快乐吼，这篇吼。对啊，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就是它的节奏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身为腐女。对，我会觉得我的停电呢，这样子可惜了，对，修可惜。我刚刚除了停电之外，你停电之后，你两个可能比如讲，因为是素的嘛，就是这个作品是素的，所以伊可能就是牵手就无小金，牵手就已经有够啊。伊隔工为就是可以隔工为厝。出来倒来的时阵，另外一个无去上课，对，直接去引导，对吧？这种感觉，应该出回对，就是应该是我刚刚讲，这个年岁17岁、18岁，其实是就是拄着荷尔蒙嘛，我们还会讲到对，青春期，所以讲就
有就这欢喜欢斗。对啊，但是我感觉上好看的就是这个年龄的时阵有欢喜欢斗。其实40岁嘛有啊，因为40岁就更年期嘛。而且欢喜欢斗，迄当时。但40岁已经更年期了嘛？我现在还紧吗？我现在还紧吗？45应该有。哦，应该差不多啊。有。男生比较早一点。有查甫会较早。男性更年期好像听说比较早。哦。对。所以就是我刚刚黑马就好看，就是我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因为我今年下的时候，我刚17岁，伤济啊，而且你即马会使，若是讲想到一个物件啦，就是你即马会使伴17岁的男星其实很少，如果你要真人化的话，对，许光汉即马许光汉应该会要40啊，会看。我会给你，那是30几岁、35、36，对。还有那个迄个大梦内底迄个，迄个曾庆华，伊嘛是30拢好呀。所以讲，就是20几岁去伴17岁，我讲都会使。但是你若是即马17岁的标本，可能较罕着有人会买，因为伤细。即马会使伴。你也都熟悉哈，牵手是不是会怀？不一定吧，不是这样讲吧？这个东西讲出来会被崩掉吧？你现在在害我们啊，田先生。没事。好，原来是安呢。好，所以到了第4段就是直接毕业了，我们就可能。我还给你第六回的时阵，因就做伙啊，他们2个人就在一起了。哦，对，因就是。平稳期的在一起，就一般来讲，在一起不是有迄个热恋期嘛？对。什么后来都在做为什么？我会记你第6回，就是那个讲，就是阿青伊准备大考啊，他就已经大考了。阿贤就讲，我现在我想要影响你，我们还是暂时不要见面。我说不对啊，我都没有经历过你们的，就是咱伫咧迄个阮伫咧腐女的世界内底，我们就有说。就是可能有一篇的特别去发糖给大家，然后大家吃。对。但是有个第4篇到第6篇嘛，才一篇尔。啊，伊嘛无迄个桥段，可是我就觉得，这真的，我刚刚这一看起来就较像同志文学，又无像毕业咯。我们只要大家刚知影我咧讲啥。对，我真的觉得发糖是很重要。那是讲你被砸，你被砸裂吵架的时阵，就是真的要砍读者的时候，你前面发一点糖是很重要的。了解，原来是安呢。养套杀，养套杀这个概念很重要哦。原来是安呢。我刚刚好吵架，就是让读者。没有办法离开这个部作品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刚刚你若是叫用台语文学的角度去看，就是这个文章嘛是好看，它是顺的，它好看的，就推荐大家去买，而且使去体会就台语毕业就是安怎去诞生的，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作者的基本的就是成长的创作的历程，有这本作品其实是足明显的。其实我感觉全部爱用台语来创作，真正是无简单的代志。嘿啊，这样就厉害耶。发刀，发刀。吴昕老师，你会发刀吗？我蛮会的。基本上我不会让大家太好过我的作品应该都没有让大家就是从头开心到尾这样。所以你的7月30号的作品，我们可能要皮皮刷了吗？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伫咧送我的主角走的，就是伊意义上真正有无伫咧这个世界的这种该送走的。迄篇，我会使行编，就是我会使今晚小透露我们编辑的反应呢。他觉得好到他想要加戏，我们加了1整集。是哦，那么就是伊内底有一寡
就是想要讨论甲现实有关系的物件，但是阮定定伫咧讨论一寡议题的时阵，我们会有一个很剧烈的距离感的原因是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代志，袂伫咧阮的朋友，还是讲阮厝里人，还是讲甲阮足相近的人，身躯顶发生。但是实际上，咱伫咧即摆这个社会内底，民意代表，我们说的市议员、立委，其实他们是离我们很近的人。你若是愿意去做伊的朋友，伊也就欢迎诶。为什么？第一个就是票嘛，第二个就是他们需要知道你的需求嘛。你是叫做民意代表，民代是啥物意思？是代表你诶，是代表人民啊。我们就是人民嘛。所以讲，其实伊是离你足近诶。就是讲，因身躯顶有一寡故事，我们会使体会，就是我们可以像去体恤朋友一样，去体恤他们身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那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去接近现在这个社会更核心的一些议题。对，所以我伫咧内底这篇故事内底，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都是好笑的剧情，都是很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们讨论的是恋爱的问题、恋爱的问题。对，这无一定是毕业咯，所以后壁阮伫咧CCC 顶管其实无甲别人讲这是一个毕业楼的作品。对，但是发刀的那个桥段，编辑说非常好看。是哦，我会记得应该是12集、13集要出的时阵，拄好是我紧投票的时阵。好像11月26号，我们28号投票这样子。我蛮推荐，我即摆想要甲编辑谈过买，我想说讲看买讲，敢袂使就是一礼拜开放2集，就直接开放2集。因为王八蛋，我们原本也只是想说，那我们就是做15集嘛。那编辑要求就那个时候就说，那我们做16集。对啊，有一个特别嘉宾，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邀请他来。有机会啊！都一个。就是我上次跟你谈过的我为什么就是之前咧写迄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有去一个地方我是有可能好，对，应该就愿意来，但是可能爱安排，好，会当安排一个吼。无要紧，我搁爱问，对，因为今麦无住伫台北，了解，台北人就是今麦无住台北，了解，好哦。好多电先生有讲到，就是前面甜中间苦，再甜一篇，再更苦。对，没有错。可以哦。北拜，我发现咱的观众嘛是就会晓写这个故事的有无？有一些的 SOP 其实观众拢家己嘛知影呢，就厉害的。应该会加看啦，嘿啦，如果多看就会多知道。对，真正是安尼。时间差不多啊，2点20，嘿，我们差不多要拜拜了。你要我们去抢菜了，台风要来了，对，抢起来。要无好的时阵，我会记得，我会跟大家讲，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哈。有塞车的朋友哈，你若是你丢报告，你丢公报。你外口，你停伫咧迄个什么水岸公园、志宏池公园边诶，起码就是开，就是可能会使开始安排刷车啦，紧刷无一定在那里爱刷，你无一定在那刷，大家爱去准备看讲倒位会使，倒位路较悬路会使停。真的不要拿自己的那个保险贷款的去开玩笑，因为如果大家一起申请的话，你的申请可能不会过。没错，意外险。对，所以要稍微的，就是替自己着想一下，不要再付那个维修费了，好不好？主要是安全第一啦。对，希望这次台风不要有太多的灾难，祝福大家都安全，好不好？哇，怎么又换成我的那个？是我现在回去看，我才发现怎么又换成这2个人。你头多都不知样哟，我头多都挖过来啊。嘿呀，因为我还在看熊平。你在看什么？我还在看熊平快那个空袭写这啊，我还在看这一本书。了解。你是看到一半吼？我看到一半。了解。因为我是看到后面，我才发现他们2个好像都没有吵架。因为我就一直在期待着因2个应该冤家一个哈。无，但是无。这是我应该是我较介看迄种，就是我的角色，还是讲我介的角色。就是平常时就是欢喜冤家的迄种，大概伫咧冤家冤家感情愈来愈好。无你卡伫咧后边有无？
对，我继续看。系啊，继续看落去，系啊。而且伊的涂抹，我感觉伊涂抹朱迪卡小等可能会使看伫下骹，伊涂抹其实即摆咧拍折，可能是200外块啊。若是你有新人的那个的话，我先偷放了，我放在那个这里吗？那个叫什么？这里吗？老尾版，对，我是看见老尾版遐，就是伊即摆有拍折，若是讲你是新的考走，够拍7，还会打7折，打7折下来好像是148块。哦，我看一个哦，那个电子书目前猪猪昨天买是212啦，那是有拍折哈。对，好，有，给大家看一下。有拍折，是你若是头一届买，够会拍7折，嘿，还会打7折。哦，所以我今天是头一摆买的所以我嘛拍7折的我昨天是买到7折。你没有用优惠，你再用优惠的话就会有。哈，我不知道我就直接买了，我不知道有优我怎样？所以大家嘛是爱买这本册的时阵，会记得有啥物优惠7折呢？我不知道呢。谢谢，我知道了，没问题。哎呀，那也很开心，今天可以。涂抹定的，一共，先讲，涂抹定定有一寡活动，大家会使去找看卖，而且涂抹是家己会使上架，就是你自己可以上架。原来哦。所以讲你若是对头先讲淘宝有家己咧写，你如果有自己写，然后你也想要在上面上传，淘宝自己上架，好酷淘宝你们考虑一下，淘宝跟牛妈你们两个双冠王都会考虑一下，好不好？一个画图，一个迄个小。牛妈嘛是就搞下你两个拢是就搞下哎呀，哎呀，都是人才的哎呀，搞不好之后有机会在读墨看到2位的作品哈，对，请，对，就期待，哎呀，就期待，对啊，大家。进来就是跟我们做，我们一起做同业啦，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顶那么少的稿费痛苦，你们应该来痛苦一下，一起斜杠一下这样子对。好啦，然后今天就很开心，对啊，就是我们一起来，就是把这一本稍微就是简单的请吴昕老师带我们看过这本非常台味的 BL 小说，来自于我们玉凤这位作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欢迎支持起来。我们一起查甫囡仔一起查甫，不是查甫。对。我当作伊是查甫囡仔是查甫囡仔，就优秀的查甫囡仔啦呵，原来是个男的，一定很可爱不是？最后可爱的是男生。不管怎样，也欢迎大家都支持起来。我们台湾的就是创作群，其实都非常的优秀，但是也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不好？再次感谢这本书，也再次感谢吴昕老师，谢谢。好啦，你看大家差不多啊，吴昕老师立马辛苦啊，嘿呀，我现在切片尾，对啦，来，我们真的对防台要准备一下好 ，OK， 现在来到2点25分，2点25分啦，我们要准备也要降落到希尔的频道啦，我刚刚已经设定好了。希尔来，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シル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降落到希尔的频道啦，请好好的安全带，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明天基本上大家就都乖乖的看一下，就是那个你们乡镇李明公布的一些 bra 的好好做好防台准备，好不好？我们可能就基本上就是下周见了。谢谢大家，吴昕老师跟大家拜拜吧，拜拜，辛苦咯，拜拜咯，拜拜，我真的在挥手我觉得我好笨哦，我也跟你一样啊，我等一下说我也被骂了，躺着中枪，没有啊，你可以挥手啊，我甚至没手，我也正在挥啊，好啦，下礼拜见，大家拜拜，台风天平安，大家拜拜。好开心，保重自己呢。对啦，拜拜喽，拜拜。好，结束了。哇，